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最近，中央银行的总裁请了34间的行库来啉咖啡。啉咖啡唔是咧聊是非，原来是贷款坐价有问题。现在伊要讲限制贷款改善方案，讲要在9月初要来出台。到底人是向台？今仔日好好来讨论。来，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韩国德仁科技大学不动产经营系兼任副教授林旺金。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旺金。那么第二位，不动产企验室执行总监徐家兴。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峰。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第四位，资深的保险业务员刘家军。大家好，我是家军。那么首先，咱就来关心中央银行昨仔公布着国家经营的国营7月份房贷的余额有10.6条，创下了历史新高，年增率是超过了10%，是18年以来的新高。对于中央银行资料当中，会当发现，对今年的5月份一直到7月份，国家银行的贷款的这个余额已经连续3个月拢超过了1000亿。央行来解说，主要是因为8月份是中元节，较少人咧买卖。新青安政策实施，带动房市的买卖。根据央行2日公布，国营房贷余额，去年7月敢若9条6000万，今年7月是升涨到10条6000万，创历史新高。新青安持续催出了首购自住的一个族群，同时也包括了在半导体以及在 AI 相关供应链的一个扩产。那当然也带动了在区域房市的一个自住或者是投资的一个热潮。房屋买卖市场有偌好？为国营房贷余额来看，今年5月以来是增加1243亿，6月增加1069亿，7月是1165亿。这国营房贷余额是连续3个月拢增加超过1000亿。若为房贷余额年增率来看，6月是10.2%，7月是10.8%。这是从2006年6月以来超过18年的新高纪录。只是即摆厝起赔付供应市场，加上房贷余额增加，进前央行就对国营推出房贷减杠令。外界认为，若是效果无好，可能会扩大房市信用管制。进一步的这些信用管制啦，是不是加强第2屋以上的这个贷款成数，或者是扩大实施的范围跟区域，或者其他的金融的控管的检查都会是后续可能可以基础的手段。专家表示，要换厝的雇用新青安头一届买厝，或者是最近要交厝民众，恐惊拢会受到银行减杠令的影响，贷款的压力增加。不过，房市的力度敢会因为安尼就降温，也搁来继续关注。记者台北报道。咱要来讨论这个议题上重要。头一个，恁可能会关心讲，这个新青安这贷款是毋是会来 stop， 或者是讲犯咗什么代志，即摆会较困难来贷款。尤其咱邀请到这个保险员来到现场，主要是因为讲起草即摆歹借钱。走去甲即个人寿保险来借钱，敢是安尼？现况又搁是安怎？咱先来看，到底中央银行或者是金管会有限制贷款即项代志无？各种讲法拢无共款，敢陆生门的。譬如讲中央银行讲约请呼吁啦，我无直接的下令，因为我无法度管辖您啦。银行你自主管理，叫你自主管理，你来避免过多的这个信用资源流向不动产市场，尤其是流向非自住的投资客或者是投机客，这老生常谈啦。
你定定咧讲嘛，吼。而且讲哦，放心，我袂影响自用的主体的民众要来买厝的，或者是讲吼，你要都市更新的啦、围路重建的啦、社会主体啦，还是吼企业要来买来自用的厂办，这资金吼，我袂甲你约束。哦，中央银行拢讲，但是金管会会这趣味咯，讲吼，我问银行回复讲。我无限贷，银行会我因无甲我限贷，这新闻对倒来，财政部讲是提醒银行哦，提醒银行遵守规定，注意不动产贷款是毋是有过度集中，但事实上啊，这个现象就是讲，哇，这几个月以来哦，一直塌起来，强要超过30%以上。是安怎？我要先问老师吼，这个现象，大家头一个想想，是不是房市过热去？当然，这房市过热才有这款的相关干预的动作，这个叫小动作啊。所以这小动作，老师你这个小动作哦，不是，因为已经有人感冒呢。因为伊这个法规吼，比如讲银行法72条之2这个规定并无改。伊改这个部分是伫倒，是伫较早都更条例修法的时阵，大家都更啦、围路建筑啊，这个部分排除伫个这个银行法这个72条之2，也就是讲伫个迄个5、6年前吼，开始到即嘛，咱这个30%的限制，无包括这个都更、无算在内啊，拄啊讲社会主体、自用主体，这拢给排除掉。排除掉的时阵。所以伊30%无增加，无减少，伊这个量内底吼，都加上到咱过去拢有咧讲，迄个新青安的代志啦，搁这个建筑商配合新青安有一寡加码，所以鼓励人购物，所以房地产的热度一直悬起来嘛，所以咱拄仔咧看主持人伫讲迄个贷款溢价创新高。达到10条6000万所以这个情形下，所以房地产过热这个代志是这是事实，这是事实嘛，这是有很久的一个迹象在嘛所以起码人开始咧讲给这新青安带动房价这个代志，所以起码这个。可能啦，我咧想，因为我这事学我无了解，一定是金管会也是这个中央银行的顶头，变成行政院的来，这个部分呢，对这个部分已经开始有啲，因为大家对这个新青安已经好代志，变好什么好加抬个什么回哪楼，就是安尼即摆抬了，大家拢伫批评这个新青安，其实你讲新青安对啊唔对，这见仁见智啦，即马大家拢咧批评，所以开始就是有一寡来假租客、假自住的啦，什么这拢咧查。人头的，什么拢咧造出来。所以这个代志本来咱无空去看今仔日这个什么现代令这个代志其实金管会、甲中央银行、甲国级银行，你本来你应该就爱做这个代志，但是可能较早拢放任这个银行甲这个。房仲嘛，甲建商大家去补，家己去，所以即马这开始小可切掉，拉紧，开始跟那个留较暗的开始就爱做照规定去做。但是老师，我的疑问啊，我唔是讲政府袂当出手，但是你要出手，你就光明正大，对。你看你有啥物制度？还是法令，无叫你啉咖啡，叫你自主爱处理，是毋是因为在法令有所不及，所以无法度拢你话拜托的，恁就大家来自我降我，安尼啊。对啦，贷款拢是一个民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自助行为嘛伊
中央银行也好，也是金管会吼，伊的这个银行局本来就是应该定期或者不定期去调查银行的业务。哦，这个部分过去我咧感觉讲，因有真落实去检查金检哦，金检这个代志有咧检查无？我是感觉有一点仔怀疑，就是像你话主持人你讲这有一点仔放松啊，所以今仔日咱看这个现代恁了后，今仔日地检署在新北市的检察官嘛发布一个消息，就是讲建商地政署含这个中介业。啊！你联合去制作假契约，啊，串通把这个买卖价金1000万变做1600万，哦，你安尼做，啊，是安那银行敢拢唔知？这银行早就家己本身银行，我感觉拢一定心知肚明，哦。过去有来鬼。对，过去咱金管会嘛去查到讲这个零元购物无？零元购物就是讲两免家己出钱，啊，就用这个贷款，啊，是这个装修贷款等等，啊，就互你100%贷款拢免自备款，啊，这就是拢做假的嘛，这就是拢鼓舞这来社会大众讲，啊，即嘛这哦，这买厝即嘛无必买，明仔载你就后悔，啊买落去了后，你一定趁钱，啊，都这真侪错误的。这个讯息哈，啊，互这消费者感觉讲哦，今仔日你看，较早拢听你张金鹤张老师的、林万根老师的讲，即马因拢无趁钱，啊，大家拢对，啊，就是安尼。老师你都无吐遐啦，所以大家都无爱听你。是啊，所以这就是吼，导致社会有一股歪风，就是讲今天不进去，明天就会后悔。这就是，但是我要问嘉欣吼。起草真正是日间呢，大家恁的同仁、恁的同事，大家拢足无闲，逐工安尼去个咧看厝吗？阮差不多吼，自去年8月了后吼，就新青安上路了后啊，阮即马吼卖厝卖甲无厝通卖。你以前无听过有这款代志？卖甲无厝通。无厝通卖哦，因为厝主是想讲头一个讲，厝主是感觉讲，我若是讲即马想要卖的时阵啊，遐一个人来甲我看。我已经继续爱管，啊，第二个是讲吼，阮2016以后吼有一个房地合一，啊，我2016以后处得的迄个厝主，大家拢管是4、5年，啊，我想我房贷上无爱6、5年嘛，吼，啊6、5年了，因为我5年的话是20%，啊，算看嘛，安尼5年较划算，啊，所以讲吼，阮进前吼，你看吼，阮若是讲2016年以后吼，这差不多头3年就少人买。啊，用落起来，我爱放出来。嘿，啊，即马吼，你讲真正是房地合一了的大量，应该在2025以后。哦。啊，可是讲吼，这是一个状况。啊，另外一个状况是安尼，另外一个状况是吼，我有发觉到吼，讲2016的迄当阵，大家唔敢起厝，真正建商敢起厝的时阵，差不多是2020年。所以2020年。了后，差不多起厝起一个2、3累积起来，才开始要交厝。所以讲，拄则老师是讲吼，阮本来是按算讲是讲啊，头一个价格有可能修正的时间点是2023年年中，因为迄当阵吼已经久啊有人吼想讲啊，厝爱摕出来卖啊，吼啊，计价应该怎？啊，可是讲来一个新青安。啊，来者先，我甲大家报告一个数字吼。阮差不多在2020年5月时阵，市场差不多有9万件要卖中古屋、成屋。啊，新青安出来了后啊，阮迄个市场内底啊，上无减3成，有3成案，因为大家哦，政府有推这个新青安，应该是以后吼房价应该是袂转去。啊，所以讲你讲买甲市场无厝，吼啊最近是因为真的因为现代人的关系，亲像阮这个月差不多减，我拄则来的时阵，我算看卖吼，阮比顶个月减差不多要3成，所以你就感觉讲啊，真正是人大家拢掠做讲恁安尼，哇，最近已经卖甲安尼足好的安尼。无遐好谈哦，因为买方真正爱出价的时阵嘛，是爱看我银行的脸色。啊，卖方即马无感觉着讲即马买方有压力，
所以讲这状况，我是感觉讲可能要等到上早啦。上早应该爱看央行9月份的理监事会，看伊安怎做决定，可能才比较能够明确。哇，安尼听起来无到单为止，消费者无一定得到益处。啊，厝主也咧看，啊，恁做房仲的，还是做起厝的人，伊无得较会去真正取得利益哦。就大家就等咧遐啊！所以讲你看即马即个代志，拄则主持人讲各部会拢无承认讲这是现代令是家己做，啊，可是讲阮的人客上少即马买厝的人，上早要10几月才有法度贷款落来。你讲这影响有偌大？哇，这是啥物承认啊？蔡老师，这到底是一件好代志，啊，结果无人要承认，那么。每一个利害关系人拢无得到益处，这到底是啥物情？主持人讲的一件好代志是指中央银行来管这个房地产的贷款的代志嘛？这已经变成一件歹代志啊啦！因为讲实在，其实老师你讲的哦，咱伫节目内底吼，其实这嘛毋是第一件讲啊，咱讲过6件啊。因为中央银行到即马为止，伫即件讲因所谓的要拍即个去查房地产的即个方案，到即已经6波啊嘛吼。6波到即其实咱会当看到房地产的计销是一直安尼起来啦吼。像拄则林老师讲到，讲今仔日若无买，你明仔载会后悔。我本来讲等者，真正是愈来愈后悔，主要大家吼，趁即个机会做伙拢入去房地产内底，造成过去咱伫节目内底，咱本来讲，啥啊中央银行会当允准即个建商甲摕卖出去的房地产去贷款，你都卖出去啊。结果走到即马拄则嘉兴讲到是，已经无厝通去卖啊，所以凡是遮的卖出的厝，已经拢卖出去啊。你中央银行来去做这管制嘛，等于无来不及啊。对啊，都袂赴啊。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你今仔日中央银行当然伊的责任是稳定咱整个的金融市场。是。啊，稳定金融市场，当然金融市场真快。啊，房地产的贷款当然是内底一个真大的一个部分啦吼。伊要找这个金融业者去啉咖啡，我感觉这对着伊来讲，这是伊责任本来就爱做的代志。但是你袂当甲你家己做无好的代志，啊叫别人来自我管理啦。你家己拢无做好啊，你即摆要来自我管理，我感觉这是有问题。拄则林老师讲到讲。不管是过去金管会也好，还是中央银行也好，因拢有家己的金管处嘛。我相信这做金管的人，因咧检查时阵拢是非常的认真啦。因为这金融业者，大家拢是足讨厌这金管的这官员，因为因会足认真安尼去看。但是这问题毋是伫你金管的问题，是你伫一开始你的中央银行对。你对着这，比如讲，你感觉即马啥人的厝会遮济？你感觉即马会有遮济即个房地产的即个消费者的贷款，即个家己的主体的贷款，向增加起来，原因是啥？原因是你较早互伊起遐济厝嘛。伊若建商若无遐济厝，啥你有遮济厝通去买？当然，有的人就会来讲，啊，你若无遐济厝，啊，房地产就会落来啊。但是你爱去想啊，你爱去思考啊，你互伊起遮济厝。应该就是爱互伊有法度，会当把这个厝拢销出去。你袂当看到伊这个厝拢销出去了，规个房屋的这个贷款怎规个压起来了？你叫大家唔通去，互借钱，互这个买厝的人。啊，你借钱袂当互伊借钱买厝，啊，你煞互伊会当讲先去买所谓的这个预售屋，安尼有问题无？安尼问题是真大。你去买预售屋的时阵，讲马紧你尽量买。中央银行嘛拢无甲你管哦，但是厝起好的时阵，我甲你讲，你袂当借钱。你啥人无爱伫我一开始，我要去订厝的时阵，你就甲我讲，中央银行讲，你厝起好吼，你袂当安尼贷款哦。听起来呢，你家己要做猪八戒，佮叫别人嘛爱做猪八戒。是啊，所以伫即个情形下，你讲中央银行的问题伫对？问题毋是找大家去啉咖啡，问题是伫伊家己无做好自我管理。吼，我感觉这是上大的问题，嘛是即马我感觉行政院爱特别注意的，因为金融市场上麻烦的是，咱大家
咱大家讲啊，这个但是老师，这敢若9连环啊，这才9连环哦。那即阵时你来出手来用这，已经来不及的，你就要 stop， 啊无啦下交罪己啊，讲歹势，我做唔对，我吼明仔啊改过自新，我要安怎。显然中央银行唔是这种风格啊。但是其实中央银行若无出来管。咱拄则林老师讲到讲银行法第72之2条，是迄个所有的不动产的即个贷款袂当占你所有贷款内底所有的3成，即个天磅已经差不多要到啊，因为咱即马已经到2.7%，而且银行已经有10几间啦，啊，包含着有一寡较大的行库，伊嘛拢已经无要甲借钱啊，无要借钱的原因，毋是伊看到钱，伊无爱借出，是伊的无在条啊，拄到即个天磅啊，所以伫即个情形下，伊这是加管的。啊，伊加管的有当时啊讲你这加管的，咱像有讲无讲拢无要紧，但是伊是中央银行，伊出来安尼一发的时阵，会变成互逐个消费者会感觉惊伊借袂着钱，惊伊借袂着钱了，就会互一寡有诶无诶就会走出来啊。好，比如讲。过去大家较袂去学白借钱的所在，大家就会总去啊看会当有借钱的机会无。所以伫这个情形下，你知影的消息，场外知影的消息是无对等。无对等。所以市场的这个利率的计算都有可能会乱去。这是中央银行伫这件伊做这种的决策，对我来讲，我感觉上大的风险，就是伊本来是为着要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但是伊常常出来找大家啉咖啡。叫大家爱自我管理，叫大家自我管理，你变无一个标准呢？因为我唔知影你这间银行要哪自我管理，我嘛唔知伊要哪自我管理咧。所以到尾来，银行甲你讲，这间甲你讲伊无爱借，这间也甲你讲伊无爱借，你会讲咩？你一定会讲起来。你煞已经拜托林老师讲，你有资金无借我一个？啊好啊，我就即马吼钱，我就即马钱较无遐济，啊，我会当借你啦，啊，我先甲你借一站嘛吼，啊，利率看3%好无？怎变输在去花？这是有可能的代志，咱袂当讲伊完全无可能。所以我要讲中央银行伊来做这本来是一件好代志，但是伊唔通淡仔安尼敲锣广告，安尼讲有够大声，互大家讲哦，房地产要帮啊！伊安尼做就互烦恼讲房地产要帮啊。总裁应该先请你啉咖啡。来，我要请嘉君吼，今仔拜托嘉君来吼，是要甲咱讲哦。即马真正有人走去找家己的保单摕去借，保单贷款。保单贷款。对。你即马在局的情形，你拄到的故事是啥物？你讲互咱大家听。通常来讲说会找到人寿保险公司做那个房贷，就是房贷的。人寿公司放款的房贷，那它的利率的话，就是说会条件会比一般的，比如说新青安现在利率是因为它就是优惠1.5码嘛，那所以就是1.775。那人寿公司的放款利率是2.2码，就是我们收进来的保费，然后我们再借给我们的消费者，对。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他们会觉得说，那我新青安我真的在一般的银行贷不到，甚至我的比如说我的薪转是联邦，他就说，嘉君姐你就不要跟我借了，因为我现在的利率要3%，那你干脆跟我做信贷好了，因为信贷我还条件还比较好。我1.98，像你这样子就是年收这样子的情况，或者是说50的，那我们倒退一下，假如说我以我们家就是我的朋友他们买就是说捷运附近的那个预售屋来讲，一个晚上它就涨价100万，那它是1200万的，就是总价的。你个讲一个，你讲捷运附近的厝地，对，一个暗时。对，它的100万，对，一个晚上，因为没有屋子可以卖了，只剩下那一间。我回应那个嘉兴就是他所提到的，没有。新北市新北市的那个就是新埔捷运站附近的那个房子预售屋。那如果我们新青安我们贷到最高嘛，原本是800，现在变1000嘛，那我们倒推85成的话，那个房子的总价。假使是说1176万，那我们就算1200万，它可以贷到85成。那他如果贷不到的话，他跟人寿公司贷，其实每个月从就是1.775到2.2的
那个利率也才就是多2123，所以他们就觉得说，那我赶快找人寿公司贷，我们就是不要就是压在这里，我也没办法交屋，所以我还是赶快贷款，而且就是说我买1200万的房子，我只要就是我的利息只要付14000，怎么样都比租还划算，而且还会有期待的利益，那个捷运附近的房子就一定会涨，所以就是大家觉得很划算，所以当然还是给他贷下去，对。哦，所以这种人是不少哦。对对对，全部都完销。但是伊是因为伊去银行借钱借无，你睇下看，借无。对。啊，所以伊走来用保单来借。对。但是事实讲吼，你要用保单来借钱吼，你有通一张保单借到1000万。这是2种情况，人寿公司放款就是的房贷。比如就是人寿的房贷和保单贷款不一样，保单是我自己拿我的保单现金价值，对，那台币的利率差不多，保单贷款是差不多3.5到4.5之间，美元就不分红的话，对，也有可能到6.5%。那可是我人寿出来的放款房贷的话，才2.2%，而且还有 ESG 的专案，有专业人士。这样子，所以就是说，够 ESG 这种扛盘。对，有 ESG 的专案，100大企业还分首购、非首购。那非首购是2.25。你所在的企业那是 ESG 的，你够有当够互你优惠。对。哦，你安尼变这种业务。真的，我们就是因为如果是像我前公司是金控，一个业务就是什么东西都要做，不止房贷、证券、开户，一个人当几百个人用，这样子。哦。所以伊要变这种业务，是因为伊骗到这起草讲别人借无，来阮家借有。对哦，他还是会鼓励我说，他以前我是总监，他说拜托总监再帮我们介绍一些案件。对，因为我们现在开的公司是没有做放款的。对。哦，老师你安怎看待这种社会情形啊？这个起草安尼乱落去，是不是像蔡老师他讲安尼？起草。拄啊，伊伫讲迄个例是讲，伫个即个捷运吼，尤其拄啊，你讲一米大一寸啊，一米大100万。新埔啊，邦桥新埔站的即个捷运，无物件通卖啊。迄个所在预售基本上除了都是更新的案吼，基本上没有什么预售案。啊，无预售案的是，所以增多周少啊，所以迄个。一暗会起1米大100万，哇！这是我嘛想无啦吼啊。不过这就是讲伊就是看好后市嘛啊，所以拄啊甲我拄啊你讲同款意思，种一般的民众已经这个迷失，就是讲房地产一定起，因为伊即马看看。唔是干那新北市、台北市尔，伊要去台南、高雄，还是甚至云林吼，云林迄好买，搁较庄卡，伊嘛是共阮搁去。啊，所以民众的普遍的心态就是讲，一定会起的。我即马加100万，我嘛给买落去啊，买落去，所以来甲用迄个。保单借款就是用直借嘛，吼，用保单去积压嘛，积压了后去借款，通常这期间应该是相对较短，哦，了后就用信用贷款，你拄啊讲有迄个企业的这个 ESG 的迄款的人，因为甲一般人。无啥共款啦，吼，一般要符合迄个条件嘛，无一定对啦啊。所以，但是大家拢会去想空想胖。叫我蔡老师你讲啊，我无叫人，我这期间我去找钱庄，我嘛去借啊，借了我会趁钱啊，我就想讲拄啊讲，迄个利安尼直直传播，讲一暗会起100万，我去借钱，利息5%，我嘛去借啊。所以这就变作歪风，你敢知？这个就是无正常的和这社会吼，也无正常的这个价值观哦。我感觉讲，拄啊，蔡老师你讲这一个观念足对的，讲政府应该互人正确的观念，不管你对这个银行也好，还是对这个大众也好，正确的观念若无的时阵，无互伊正确观念啊，真正有一天。真正若有一天，起码像大陆
碧桂园、恒大啊，即马连大陆的公有土地卖拢卖袂出去，伊地方政府卖公有的土地嘛卖袂出去啊，啊所以即款情形台湾是毋是会发生？我一直开玩笑，你讲台湾即马房地产真正是妈祖婆甲大道讲咧保吼，啊无哪会讲啊直直起，你厝直直起，敢有遐济人通啊住？我这就是即马高龄化，甲即个少子化，即个情形啊，无人住的即个厝直直起，这是一个好代志啊，歹代志。这个部分我是感觉讲，深以为不可啦。啊，但是即马都无人伫管这个代志啊，所以易受恶。有啊，即马有人出手啊，叫你限贷啊，你来管呐。啊，限贷这个就变成一乱象嘛。这乱象就是讲，你限贷，你若是照我拄仔讲正常的业务检查，若讲对这个贷款，像这个拄仔讲这个都市更新也好，违诺建筑也好，啊，这个代志，你互伊排除伫咧这个银行法72条之以外，但是你政府机关应该要求监管的业务，爱去检查讲伊钱是毋是用伫遮。也是讲伊利用这个案，啊去养其他的案，以案养案，啊，直直按财务杠杆直直做落去。其实这对这个不管是金融市场也好，这个不动产市场也好，其实这是一个足危险的。老师，我如果加问一个吼，就是讲消费的这个，咱就算做讲一般人自然人啦吼，要买厝体，咱那个定义叫做消费。建这个厝体，吼啊，这种是要借钱来起厝的，这种的吼，在这个房贷的这个市场内面，后者伊占偌大？因为建筑业咧办贷款吼，这个叫做建筑融资，哦，伊有建案，伊来去融资和建筑融资。啊，你如果有土地，伊叫做土地融资。伊这两项加起来就是伫咧讲做，如果伊这个案也是违诺建筑，也是都是更新的建筑，伊无受这30%的限制。啊，伊这个钱一来，照道理讲起来，伊爱专款专用在这个建案。啊，伊是毋是有专款专用在这个建案内底？哦，老师的意思是可能登记啊别位啊。对啊，啊因为伊一个大公司来讲，伊的 cash flow， 伊的金流吼，伊一年内底有多偌济案，啊伊偌济资金通啊运用到，所以伊敢讲我济嘛，人再多不愁嘛。吼，我若济钱，我若济少，我会当直直运作落去就好啊。所以伊真济建商即马是真用以案的养饲案，吼，以案养案。啊，那案多的时阵，消费者就讲啊，这起遮济哪会好？袂倒啊，你别放心啊。啊，但是这是毋是会倒，咱毋知。啊，但是咱伫管就讲，至少金管会，吼，伊应该针对这个你放出去的钱有运用伫咧这个所提出来应建计划内底这个计划。买豆油的钱啊，摕去买豆油；买沙拉油的钱啊，摕去买沙拉油。是啊，所以即马真侪发生建案起袂落来，像中和迄青木村迄起袂落来，迄钱已经拢连买厝的人钱嘛，拢已经缴落去了后，钱拢已经转去别位转出去，啊，根本无钱啊，就起袂落啊。是啊，但是嘉兴哦，但一般的消费者即马找无厝通好买。是。有的人走去到南科啊，吼，讲最近啊台积电啊，尤其最近佫吵讲 AMD 要走去高雄啊，要走去台南啊，吼，那开始啊。但是啊，就事实上就这个标，这个建筑就足少的啊。啊，即摆真正这个情形，投资的人是安怎想的？我即摆甲大家报告吼，因为阮最近吼，因为现代这个关系吼，市场有出发觉讲吼，有一些很奇怪的状况。头些状况是讲吼，因为拄则是讲吼，为什么消费者爱直去赚钱？因为伊可能已经签约啊，还是交屋啊，伊若是讲吼无法度去，无弄入去，
伊就违约啊咧。啊，违约时阵，伊上无若是讲买成屋，上无赔10%，啊，若是讲预售伊无法度交厝15%。啊，所以你看吼，我若是讲哦，我买啊，我搁赔钱，我搁无厝通找，啊，这就是为虾米拄则蔡老师是讲我，大家我下死嘛要去找，要去找钱，啊，所以讲这个时阵，银行就有机会甲伊讲哦，你这个吼。你即个可能有安怎拄安怎吼，我你若是讲爱借钱吼，我就爱买金融商品啊，啊讲吼利率偌济3%打手，即款的奇奇怪怪的代志出来。啊，另外一个佫较奇奇怪怪的代志是安尼，拄则老师讲银行法72条之2，这代志伊包括着大家要买厝的一般的住宅的融资，啊，佫有迄个建商的土地甲建筑的融资。好，即摆建商知影以后借钱较歹借啊，即摆创啥呢？即摆着伊是大的建商，伊就先去甲银行讲，迄当阵吼，明年吼，若是讲吼，你有额度的时阵，我就先甲你款起来。所以即摆建商是先去款即个我明年要用的钱呢。啊，所以你看吼，我若是讲建商，我就摕到这个钱了后，我消费者真正爱买厝，啊无钱啊咧。啊，你可能会问讲啊，为什么银行会无钱？因为头一个啦，起码大家吼，若是有钱无想要囥银行，想要去买 ETF 啥，大家去做投资，啊，你投资做了，啊，本来因为阮银行法72条之2的迄个分母，迄个分母就是你这个银行内底的存款加上迄个债券吼的总和，这是分母。啊，所以这本来的分母就少啊。啊，你讲迄个分子，阮之前有做过一个统计，即马借一件房贷，吼，你差不多10年前差不多可以借2件，大概1.8倍左右。所以讲你分子扩大，啊，分母变小，啊，本来就很容易拍到这天崩。吼，所以这代志是阮以后是烦恼是讲，若是讲真正的消费者，真正要买厝的人才借无钱。借无钱，啊钱互建商摕去，啊这毋是奇怪的代志。这就头早蔡老师在讲，就讲你哪去拍着这真正要买厝的人，应该是对着建商、这土建金融，还是讲这个建物的金融，应该好好啊管制。知影像他这个林老师讲的，讲你到底你借这个钱，你有用去食无，还是你用去别位去？但是老师，这金融检查要安怎检查？这金融检查我看，这可能得爱检查单位爱去检查迄个金流啦。因为一般银行伊是无迄个权利会当去看你的金流啦。当然，这算金管会的代志。可能金管啊是中央银行，拢有这种的业务啦，拢有这种的权利啦吼。啊，但是我要讲就是讲，其实大家拄则已经讲到建商啊啦吼，讲到土地的量资参建局量资吼。啊，其实中央银行这件若要管吼，伊特别针对这个消费者的贷款，因为消费者比建商加足济，所以你即马去叫消费者袂当借钱，你所造成的社会吼，大家惊吓会加足济。啊，建商会借无钱袂？其实咱伫进前中央银行开始咧实施这个选择性的这个信用管制时阵，就是会去管着建商嘛。当时是嘛有一寡中南部的这个建商，因嘛是会反弹，因惊因会借袂着钱。当然有一寡人嘛会烦恼讲，啊若到时阵吼，规个拢这中南部这小建商、中小建商，大家拢借无钱，拢倒了，拢变大建商，安尼咱这个建筑市场嘛会出问题吼。最后这房屋规个拢扭伫因的手头，所以迄时阵有小可有较放弃吼。但所以这件我感觉伊要管这个整个这个贷款的问题时阵。房屋市场过热的问题，绝对毋是干那消费者的问题尔，建商嘛要负真大的责任。所以你要管贷款，你若感觉讲这个贷款一直增加，伊会去伤害到咱金融的稳定。你应该整个的贷款拢爱做回来思考，毋是干那看消费者的房屋贷款这块尔。建局量资这块会有出问题袂？你若建商到时阵，比如讲举一个例，你即马消费者借袂着钱啊嘛？啊，建商若拄则，咱头前2位专家讲着讲，若建商买啊，消费者讲啊，我都拿袂起啊，我赔钱互你好无？
银行要借钱互这个建商，会借伊遮大个建筑融资，是因为相信讲伊遮个厝会当卖7成，会当卖9成，会当卖6成，你会当卖遮济成数出去。所以我相信你甲这个建案起起来了，你甲我借钱，你有法度还我。我总无可能讲，哦，你今仔日你这个建筑物起好，你遮个厝起好了，你卖无1000万，我借你1500万嘛。伊一定会讲啊，你甲我讲，比如讲主持人你是建商，你甲我讲你这会当卖1亿，我当然会甲你拍一个折啦。我讲我感觉5000尔，5000万，我5000万借你，我感觉安尼我足安稳的。但是今仔日你若是敢若会当卖1000万，我借你5000万，我就变空的啊。而且量都变真大。是过去可能袂发生这个状况。但是即马吼，若消费者开始借袂着钱，我去甲建商讲，我要甲你退订，歹势我赔你，我赔你钱就赔煞。一个两个安尼一直开始，大家若安尼哭起来话，建商还势一连串咯，变成建商还袂出钱，变成银行大户建商这关就出问题啊。所以这是规个连环连锁的效应，我嘛这是咱政府咧管制这个房地产的金融的问题时，爱注意的。这嘛是我一直咧讲的，讲金融的代志，你唔通安尼黑白管，因为你一管动作一大吼，迄拢会产生这个连锁的这个反应吼，这是你无法度控制。因为到时阵你要甲大家讲啊，目紧你会当开始借啊，迄时阵大家袂来借啊，大家开始踮咧边仔等讲，看厝要落啊到当时我较入去啊。你无法度解决问题啦，想到无法度解决问题，因为你已经影响到市场的信心了。对，所以这个杨总裁要请人啉咖啡，目的较应该改做这种啉滚水啊，而且唔是去咖啡厅在路边小甲你了解讲，来，我甲你讲一下安怎？伊嘛上无爱问一下嘉兴讲，即马到底是厝是有卖有厝，还是卖无厝？唔是厝卖啦。起草敢若看起来热扑扑，敢若看这个金额无够，就掠做讲起草啊热扑扑。其实真侪人落伫咧手头无咧卖，但是对着这个消费者来讲，伊就现不现伊就借无钱，变做大家拢受害呢。不过老师我加问一下吼，好，不这阵时，那是中央银行爱家己出来佫讲啥物代志？还是讲无，你中央银行卖佫出来啊？还是爱叫什么人出来？叫总统出来吗？还是叫行政院出来吗？应该安怎讲？我嘛对我来讲，我会感觉讲中央银行吼，应该爱有一个规则，甲大家讲。即马比如讲，我即摆贷款有哪正常贷，我毋是要限制即个贷款。啥物种的情形，因会当贷，银行去贷绝对无问题。讲无清楚，讲无清楚，你唔通讲啊无清无楚，讲你自我管理，伊也自我管理，每一个人的自我管理拢无共。消费者只要去一间借无钱，伊就开始打电话入去金管会讲我借无钱啊。金管会出来甲大家讲无即个借无钱的代志，迄是金管会袂借无钱啊。消费者已经借无钱。金管会要借一定借有钱。是啊，所以其实这个代志吼，若要处理的话，一定是爱中银行、金管会、财政部，因为财政部嘛是管真济公告的银行，大家爱坐落来好好啊思考。因为啥来爱好好思考，爱好好讨论。因为中银行会感觉讲我安尼做就好啊，我会感觉安尼无要紧。金管会的人一定会讲，这对着银行的伤害会安怎，会造成消费者会有啥物的反应，所以你安尼做吼会有这个风险。安尼做若有这个风险，你得换一个方式去做。所以这是爱跨部会，大家好好去讨论的啦。咱即摆会当做，敢若讲尽量去降低这个伤害。冲击。因为这个中银行出来去啉咖啡这件代志，伊嘛承认嘛。这个效应已经开始咧扩大啊！那大家这个本来要卖厝的，本来想要买厝的人，伊向看到这种限令出来，伊会向怎啊歪买啊？本来要卖厝的这个头家人，本来想讲，马紧我甲你涨关价，互你慢慢啊看你要买无？我向甲你讲我歪买啊！这个头家伊就来讲，无降价我要买啊！这嘛是有可能的。所以房地产的市场的价销就会慢慢的乱去啊。对造成讲，即个房地产的价销，当然落来，我相信咱真侪少年朋友，咱真侪买厝的人拢会真欢喜。但是房地产若价销向放一个
伤紧的时阵，这对着整个社会金融稳定会足大的伤害。好，甲讲我要甲你请教吼，你做一个不管是你是专业的这个保险员也好，还是讲你是普通的一个市民，你认为即马建筑市场这起草，尤其要买厝地，恁上大的愿望是啥物？我如果是消费者的话，我希望就是放宽，就是贷放的那个额度，还是就是不要受72之2条的那个限制。对，那最好是它可以补贴一些寿险业，让那个寿险业从2.2，然后一起变成1.775。跟银行同款。对哦。其实大家都要赚利息，就是只要有利于消费者，都是公平的啊。对啊，尤其是我小孩子才满18岁，我也想要替他买房子啊。对啊，所以就是说，如果是说，对。但老师，安尼敢会使去寿险的这个业者，甲这个银行，甲这个利率来有平？这是不可能的啦，因为寿险的体制参银行的体制本来就完全无共的啊。就那像其实，咱土量建量啊，伊的风险，伫金管会的分类内底，一般消费者的这个主体贷款，伊的风险是款数是较低，应该是较低。对，啊，这个建量，因为你有可能起袂起来嘛，所以伊的风险是极足悬的。所以金管会咧管理这个银行的时阵，唔也看这个第72条银行法，伊嘛会去看你的资本的实作率，咱来讲的这个 BIS， 哦 ，RBC 是迄个寿险业一直咧看，所以无共的行业因资金的来源，大家对着资金的对，啊，你收资金，你寿险公司的目的是爱保护大家保护，唔是参。大家商业银行来竞争这个贷款，因为你若要来竞争贷款的话，你就做商业银行就好啊，对不？特别是真济金矿，伊嘛是拢有商业银行啊。好，但是吼，对着这个房中业者吼，恁超几个月做无生意啊？阮上早时阵是差不多6月时阵啊，阮是较6月开始。6月时阵开始，感觉讲市场怪怪。那为什么？因为我刚刚讲中南部的人客吼，有个案借不到钱，到这个月内底吼，这个月阮看这个月即马录影的时间吼，阮比顶个月同时间差不多减3成，就所以讲吼，你讲减3成的原因是啥？减3成上重要的原因是借袂出钱。但有人讲是因为银行最近去有一寡上市上柜的公司要发这个股利，所以呢钱较暗，所以伊较无要贷款。但是我咧想讲，这种物件是逐年拢有咧发生。逐年拢有啊，伊讲中元节中元节嘛，逐年拢有啊。逐年拢有嘛。市场好的时阵，你要借钱无啥问题，为什么这时阵是有问题的？所以讲，我是感觉讲，银行毋是讲，虽然讲是到迄个天崩这个问题，可是讲吼，银行若是真正要救互迄个首购族啥，应该还是有钱，因为即马上可怜的不是首购族哦，即马上可怜的是迄个要换厝的人，伊可能卡着2个代志，头一个是伊的人客，他讲卖伊要卖伊的厝，伊的买方借钱无法度借。所以讲，伊可能还要8年钱才会落来。伊即摆厝无法度卖，所以讲伊搁卡一个央行选择性信用管制第6成的贷款。所以讲，伊这款换厝的人，伊就卡掉。所以讲，我是感觉讲，这款的人可能是最近你讲真正是市场内底吼，受到这个限贷令影响上大的人。这咱会当理解讲，即摆。中央银行出手啊，安全都安全。不过对着新青安呢，那真侪人甲这个凶手拢讲是新青安。实际上，恁家己的体会甲你看到的情形，敢是新青安所致数的？新青安是一个原因，毋是主要的原因。
为什么呢？因为算看卖吼，即卖新青安财政部有做一个统计，伊讲差不多即卖4件内底4件贷款内底1件是新青安。好啊，新青安为什么有讲阮是注因这代志？因为新青安起来了，伊本来阮迄个房贷的总额从9兆变成10兆，所以就讲新青安有帮助无？有帮助。啊，可是讲这市场要乱进前，新青安进前已经在乱啦。所以讲新青安只是讲互民众有一个信心，讲哦，这政府对着房地产是小可是比较友善。所以讲提出这个方式，阮以前若是讲真正市场无好的时阵，政府就提一个优惠房贷啥，啊，大家都信心就起来啊。啊，所以讲当初新青安上重要问题是，真正互民众买厝的人有些信心。所以讲，阮是感觉讲这个问题才是新青安最严重的所在。老师，你看呢？鼓励自大自的去买厝，这是政府啦做这个政策应该是无什么唔对啦。啊，即摆就是讲，我一向我咧主张就是讲，政府要做一个政策就要抓大放小。你拄啊讲，蔡老师你讲，你认为的大就是啥物？大就是大量的，就是来自于建商嘛。建商的建商的部分的金融土建用的这个部分。哦，会管控这个部分应该要去做。啊，你拄啊，即马新青安迄个代志，踮咧自住的这个部分，即马假自住的，哦，迄有出租的，啊是用人头的，这个代志拢已经伫查，所以就是应该会使过一段路啊嘛，会使过一段路。啊，你即马一个这个金融的这个市场内底，一般来讲，伊单一户的贷款。毕竟是一个凤毛麟爪，伫个这个30%内底哦，迄是一个微乎其微。啊，你即马互遐个人，互遐个人伫咧默默收。有，我感觉这政府应该是这个部分应该爱公开宣示，讲这毋是伊管控的迄个对象。啊，你要管控的迄个部分呢，易收屋迄个代志，包括土建用，包括易收屋的完工的时阵，当时啊要来放款，这个代志如果若是受到这30%的这个部分来讲，伊的税月到了啊，所以较慢，迄嘛毋是买厝的人的责任嘛。根据易收屋的定型化契约内底记载，这贷款的成数，甲这个贷款的这个给付这个部分，拢是你建商的责任嘛。你建商的责任啊，所以讲即马开始递延甲即马开始应该8月9月交厝，啊，你即马才。爱到11月才放款，你顶多是讲，这个责任是你建商的责任，唔是消费者的责任，这爱搞清楚。所以消费者也免为着安尼伫恐慌，顶多就是讲你这2个月、3个月，阮万一若要结婚，无新娘厝，无新房通大安尼尔。啊，但是这个代志，伫个一般的买卖来讲的像拄啊，伊中介拄着迄一般买人无要买。无钱通买，还是买的人无钱通付尾款，这拢是买卖一般交易的时阵的一个责任，这会引起这小纠纷。我感觉这个部分哦，应该这个金管会也好，财政部也好，还是中央银行，应该对这个代志爱真清楚的宣示，清楚的宣示。啊，我感觉讲。有这个代志吼，我甲蔡老师想法无共啦，是讲这个代志对这个房地产的冷却吼效果是有啦，啊，这应该爱改鼓励，就是讲你做卖去做干呢造成乱象啊，如果要去管，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去做一些适度的管理。咱的想法是相共的，爱管，但是我拄要讲你唔通安尼拍落广告安尼讲我要管。就是无代志，就是我讲，你卖啉咖啡啊，啉温水啊，晨跑嘛。对啊，你本来就是爱管啊，啊，你得爱甲管好，你唔通管到乱，你是爱甲管好。意思就是讲，你唔通招人啉咖啡的早起吼，招一两个去晨跑啊，就哪啉滚水啊，哪讲一个讲，你最近啊注意哦，安怎？这安尼会使袂？老师？卖安尼大广告安尼来讲。我伫节目内底，我一向坚持的就是像恁老师讲的，房地产的市场，咱本来就
袂当讲硬要甲拗啦。过度干预啊但是你莫互大家伫遐有炒房地产的空间。你会想到大家建商会安尼拼死命借钱，啥物时阵你会一直买物件？你感觉即个物件俗？啊俗伫房地产内底是啥？啊，无就看后期利率啊真好，是啊。啊，你若利率伤过低，你较会造成大家投机的即个心态会足强的嘛。你讲伫股市，啥你当日进出，你就会当抵税。我放长的就袂当抵税。这种是互大家有即个投机的心态，这种投机的心态是足袂使的啦。所以我感觉，对着即个中央银行，伊要去管另外一个就是伊的即个利率，伊过去伊直慢配嘛，无爱升。利率慢配你无爱升，互房地产炒起来。啊，即摆房地产炒起来，你无爱去好好管，你叫大家家己管。啊，中央银行上尾也要管啥？伊拢会讲伊毋免管。但是尾仔问题拢造成出来。啊，拢毋是，拢